今天收到了一只破损非常严重的手镯，是一位扫地的保洁阿姨拿来让我修的。我看到破损的手镯基本没有维修的余地了，而且估计修好了也没办法戴了。我和阿姨说，要不别修了。阿姨很失望地说，这只手镯是她已经离世的母亲送的，从小一直陪着她，都10几年了。前些日子在收拾的时候，不小心打碎了这只手镯，刚好通过视频认识了我。孩子快生日了，他想给孩子一个惊喜，可是买只新的比较昂贵。对于一个单亲家庭而言，阿姨的收入是买不了的。听到这里，我决定免费做只一样的手镯。做完后，阿姨问我要多少钱，我没要。做好的是一只普通的手镯，修复的却是阿姨家相传的爱。我用6个小时免费帮阿姨做只手镯。观看视频的你，愿意花费1秒钟为我这个视频点个赞吗？可我没有能给